讲到这中共想要渗透台湾，甚至有这空服人员去做间谍。进前呢，这中央航空派驻中国四川有一位姓乔的代表，奉逼出讲，伊伫咧2012年到14年之间呢，去互中共吸收去，涉嫌伫咧台湾发展组织。而且这个查甫人，搁要甲这伫咧陆委会学地讨一寡机密资料，毋过去互拒绝啦。目前这国检署指挥侦办，依照国安法来甲起诉。 中国间谍案一直在发生，中国唔但是渗透国军官兵，嘛甲中国间谍的乌手伸向台湾航空业的人员。前中央航空世交的主管表示，伫派驻中国的期间，互中国军队吸收变做中国间谍，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漏摄公务各项机密。相关的细节并不清楚，不过我想我们军中还是要强化我们的保航教育，要加强我们的渗透跟反情报的工作。那同时也要。 落实我们的这个揭秘的资格的认证机制。那我也会在立法院向国安局还有其他相关的情报部门来提出来，希望未来能够建制跨部会的相关异常事件反应的机制。这个世交是前中央航空驻四川省前首席代表，伫2012年到2014年派驻伫中国的期间，和当地各界人士交际往来，结果互中国军队趁机会吸收，并要求返来台湾发展组织。 世交伫2014年返来台湾，正接联络伫陆委会做工课的后辈，想要用10万来乌西，要甲问研究安的机密资料，好在官员更加成正官拒绝，而且向国安单位检举，国检署指挥侦办，照国安法甲起诉。那比如说你大学念什么学校，你研究所念什么学校？ 就有一些学长学弟的关系啊，这个要发展组织也是很有可能。国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警觉，不要去贪图那种小便宜啊。老实说，就算你泄露什么情报给他，他能给你多少钱？你为了这么一点钱去做这样的事，这是违法。陆委会表示讲，真侪研究案拢有机密性质，好加在当然的警觉性真悬。另外，中国渗透的手段真多元。国安局上新的报告指出讲，中国是用特约的去诱现役的，用网络斗交，用钱去甲城，用债务甲威胁，渗透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。今年到9月，中国间谍案已经起诉24个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